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嘉義市嘉華中學的校車，喺路口咧等紅燈，竟然開車門，讓學生來落車。結果學生差一點啊，讓機車弄到，啊，機車的騎士嘛因為緊急掠擋啊，全剎車。轎車後壁行車記錄器的畫面，車輛到路口等青紅燈，一隻校車嘛停落來，讓學生落車。南東學行一條，因為險啊，讓後邊的機車弄到，啊那騎士嘛因為緊急打擋啊，失控來剎倒。報警，不走。轎車的駕駛甲乘客是真緊張，第一時間就隨報警察。當下調出的遊覽車是嘉義嘉華中學的校車。昨下晡5點48分，在學生到水陽路路段時發生交通事故。一定會負起我們的責任包括賠償那受傷的。那個騎士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處新台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。看事發的路段，路邊規排攏是停車格，大車確實是無所在暫停，不過違停是事實。嘛安尼害着騎士摔倒，學生嘛險啊放浪，加在騎士敢若輕傷。校方強調後續會加強監督校車，就要遵守交通規則，保障學生來往學校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